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职业超过30年的家庭医师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可能让你震惊的真相：60岁之后，有3种你以为很健康的坚果，其实正在慢慢伤害你的肝脏，让你的血糖失控，甚至加速你的骨质流失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怕，但请你务必听到最后，因为在这支影片的后半段，我会告诉你哪3种坚果才是你应该每天吃的。它们能保护你的大脑，强化你的骨骼，甚至帮助你睡得更好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保护自己健康最重要的一步。让我告诉你，去年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位68岁的阿姨，她每天下午都会吃1把坚果当点心。她以为自己在做对的事，但3个月后，她的肝指数异常升高，血糖也开始不稳定。经过详细问诊，我发现问题就出在她每天吃的那些坚果上。现在，请你想一想，你家里的零食柜里是不是也放着这些坚果？你是不是也以为它们都是健康食品？今天我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哪3种要避开，哪3种才是你该选的。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、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好，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要先跟你说清楚，不是所有的坚果都是坏的。事实上，有些坚果能帮助你强化骨骼，让你的思绪更清晰，甚至保护你的心脏。问题不在于吃不吃坚果，而在于吃对还是吃错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最清楚的方式带你看明白，哪3种坚果你应该避开，哪3种坚果你应该每天吃，还有为什么。我会告诉你背后的科学原理，但用的是你听得懂的语言，就像我在诊间跟病人解释一样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让你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，能够立刻做出更好的选择，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人。现在，让我们从第1种要避开的坚果开始说起。第1种你应该避开的就是花生。我知道这可能让你很惊讶，因为花生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很多人都把它当成健康零食。但你知道吗？花生其实不是真正的坚果，它是一种豆科植物，长在地底下。正因为它生长在土壤里，所以特别容易受到黄曲毒素的污染。黄曲毒素是什么？它是一种真菌产生的毒素，对肝脏的伤害非常大。长期摄取含有黄曲毒素的食物会增加肝癌的风险，还会让你的免疫系统下降。特别是60岁以后，我们的肝脏代谢能力本来就变慢了，这时候如果还持续吃花生，就等于在给肝脏增加负担。除此之外，花生还有一个问题，它含有非常高的 Omega-6 脂肪酸。适量的 Omega-6 是好的，但问题是现代人的饮食里 Omega-6 已经太多了，而 Omega-3 却不够。这种失衡会导致慢性发炎，就像你的身体里有一把无声的火，慢慢的烧煮你的血管、关节和内脏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，比如华法林，花生可能会干扰药效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会影响你的血液凝固功能，增加出血或血栓的风险。所以如果你有在吃这类药物，一定要先问过你的医师。更糟的是，市面上很多花生酱其实是加工食品。你以为你在吃天然的坚果酱吗？不，你吃进去的是氢化油、糖和盐的组合。这些成分会让你的血压升高，增加坏胆固醇，反而让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变得更高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
有一位65岁的伯伯，他每天早餐都会抹一大匙花生酱在吐司上，他觉得这样很健康。结果3年下来，他的血脂异常，肝指数也偏高。当他停止吃花生酱，改成其他选择之后，数值明显改善了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花生看似健康，其实可能正在让你的身体偷偷耗损能量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以后都不能吃抹酱了吗？不是的，你不用完全戒掉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在早餐时抹点酱在面包上，你可以改成无糖杏仁酱或者核桃酱，它们一样香浓滑顺，但对你的身体来说安全多了，而且营养价值更高。我的建议是，现在就去检查一下你家里的柜子，如果有花生酱，就把它换掉吧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，但对你的健康来说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种要避开的坚果。第2种你应该避开的，就是腰果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去年，我的诊所来了一位72岁的女士，我们叫她玛丽阿姨。玛丽阿姨非常注重健康，她知道洋芋片不好，所以她改成每天下午吃1小碗腰果当点心。她觉得这样既健康又能满足口腹之欲。但3个月后，她来找我的时候，告诉我她最近常常觉得腰酸背痛，而且伤口愈合得特别慢。我帮她做了详细检查，发现她的骨密度下降了，血糖也开始不稳定。经过仔细问诊，我发现问题就出在腰果上。腰果含有很高的草酸盐、草酸盐汇和钙结合，形成草酸钙。这不仅会让钙质无法被身体吸收，还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。对于60岁以后的人来说，我们的骨质本来就在流失，如果再加上草酸盐的干扰，骨质疏松的问题会变得更严重。除此之外，腰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其他坚果高很多。一把腰果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小半碗饭。当你血糖快速上升之后，胰岛素会大量分泌，接着血糖又会快速下降。这种起伏会让你感觉疲倦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对于像玛丽阿姨这样的长辈来说，血糖不稳定还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让伤口愈合变慢，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身上的小伤口总是好得很慢。还是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风险，腰果的质地比较硬，形状也比较弯曲，如果咀嚼不完全就吞下去，对于牙口不好或者吞咽功能退化的长辈来说，很容易造成窒息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我在急诊室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案例。当我告诉玛丽阿姨这些之后，她停止吃腰果，改成其他我推荐的坚果。3个月后回诊，她的骨密度稳定了，血糖也恢复正常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一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，可能正在悄悄夺走你的行动力和生活品质。下一次当你伸手要拿腰果的时候，请想一想，他们到底是在帮助你，还是在拖累你？我知道，听到这个理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沮丧，觉得好像什么都不能吃了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坚果那种滑顺的口感和香气，我有一个建议给你，试足在饭后吃，而且要搭配蛋白质一起吃。
比如搭配一颗水煮蛋或者一小块鸡胸肉，这样做可以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，让营养更稳定地进入你的身体。记住一个原则，吃什么很重要，但什么时候吃、怎么吃同样重要。顺序对了，营养才进得去；顺序错了，好东西也可能变成负担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种要避开的坚果。第三种你应该避开的就是松子。松子在很多料理里都会出现，尤其是意大利面的青酱，它的味道很香，口感也很细致。但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松子有几个隐藏的风险。首先，松子含有非常高比例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脂肪酸很容易氧化，特别是在光线和空气的作用下，当它氧化之后，会产生自由基。这些自由基会攻击你的脑细胞和神经组织，长期下来会加速大脑老化，影响记忆力和认知功能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少数人在吃了松子之后，会出现一种叫做松子口症候群的现象，症状是嘴巴里会有持续好自己的金属味或苦味，这会影响你的食欲，让你对其他食物都失去兴趣。虽然这个症状不会危及生命，但对于本来食欲就不太好的长辈来说，这会让营养摄取变得更困难。第三，松子可能会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。如果你正在服用降血压药、降血糖药或者抗凝血药，松子里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干扰药效，所以如果你有在长期服药，吃松子之前最好先问过你的医师或药师。最后一个风险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松子很小颗，而且外皮比较滑，对于口腔比较前燥或者吞咽反射比较慢的长辈来说，松子很容易不小心滑进气管，造成窒息或者呛咳。我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松子，它们看起来小小的、无害的，但就像细砂纸一样，每一次吃进去，都在慢慢磨损你的能量和健康。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日积月累下来，影响就会慢慢浮现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保护自己，我建议你尽量避开松子。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有在服药或者有慢性疾病的话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怕，甚至开始怀疑，那我到底还能吃什么？别担心，事实上还有3种坚果，它们不仅安全，而且能反过来帮助你重建力量，保护你的大脑，强化你的骨骼，甚至改善你的睡眠品质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把焦点转到好的那一面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这3种坚果，是我最常推荐给我的病人的，也是我自己每天都在吃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3种坚果才是你应该多吃的。排在第1位的是杏仁。杏仁富含钙质和镁，钙大家都知道对骨骼很重要，但很多人不知道，没有镁的帮助，钙是无法被骨骼吸收的，所以杏仁同时提供这2种矿物质，能有效提升你的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和骨折。除此之外，杏仁含有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和单元，不饱和脂肪酸。这种脂肪酸不会让你发胖，反而能帮助你维持肌肉量，保护心脏健康。对于60岁以后容易肌少症的长辈来说，
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杏仁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纤维能帮助你维持肠道健康，稳定血糖，还能增加饱足感，避免你吃进太多不必要的热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杏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， 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你的脑细胞不受自由基的伤害，延缓大脑老化，让你的记忆力和反应力保持得更好。我的建议是每天吃18到22颗杏仁，或者1汤匙无糖杏仁酱，你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加在燕麦粥里，或者打成杏仁奶。排在第2位的是核桃。核桃的形状像不像大脑？这不是巧合，因为核桃确实是大脑最好的朋友。核桃含有丰富的 ALA， 也就是植物性的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能保护神经细胞，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。有研究显示，每天吃核桃的人，认知功能退化的速度比不吃的人慢很多。核桃还含有多酚类物质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抗发炎成分，它能减少血管里的慢性发炎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除此之外，核桃含有精氨酸，这是一种能帮助血管扩张的氨基酸。当你的血管保持弹性，血液循环就会更顺畅，氧气和养分就能更有效地送到全身各处，包括你的大脑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好处，核桃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能帮助你改善睡眠品质，让你晚上睡得更深、更安稳。对于常常失眠或者睡眠品质不好的长辈来说，核桃是一个天然又安全的选择。我的建议是，每天吃3到4颗完整的核桃就够了，不要吃太多。因为核桃的热量还是不低，你可以在下午当点心吃，或者晚餐后吃1-2颗，帮助你晚上睡得更好。排在第3位的是开心果。开心果含有丰富的钾，钾能帮助你调节血压，平衡体内的钠含量，保护心脏和肾脏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开心果是一个很好的天然降压食物。开心果还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2种营养素对眼睛特别重要，它们能保护你的视网膜，预防黄斑部、病变和白内障。对于60岁以后视力开始退化的人来说，开心果能帮你守护视力。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开心果需要用手剥壳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能训练你的手部灵巧度，也能让你在吃的过程中慢下来。练习正念饮食，当你专注地剥壳，慢慢咀嚼，你会更容易感受到饱足感，不会一次吃太多。我的建议是每天吃20到25颗带壳的开心果，记得选择无调味或低盐的，避免摄取过多的钠。总结一句话，避开会伤害你的3种坚果，拥抱能滋养你的3种坚果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己回报你。为了让你更容易执行，我帮你整理了一个简单的1周计划。星期1、3、5吃18到22颗杏仁，星期2、4吃3到4颗核桃，星期6日吃20到25颗开心果。这样的安排既简单又有变化，你不会吃腻，也能让身体摄取到不同的营养。记住，小小的改变能带来巨大的力量。
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分享给你的父母或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怎么选对坚果，保护健康。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实用的健康资讯。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健康。从今天开始，从选对坚果开始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